裝修完之後真係會有啲焦慮㗎，一聞到啲味就會諗係唔係甲醛超標啊？但其實聞到嘅根本唔係甲醛，真正有味嘅係致癌嘅苯同 VOC。開窗通風係最好嘅方法，但係咁熱嘅天氣唔開冷氣，真係熱到癲㗎！開冷氣啦，門窗閂埋5個鐘，甲醛濃度會高5倍。呢個時候用部專業空氣清新機嚟淨化全屋空氣，就真係好有必要。好似呢部 AirPro CI78，我覺得可以話係除甲醛清新機入面嘅戰鬥機。首先佢唔單止可以分解甲醛，成日俾人忽略嘅苯同 TVOC 都搞得掂。佢係市面上少有會標明苯、TVOC 同 CADR 呢兩項參數嘅品牌。想清除裝修污染，唔可以淨係睇甲醛 CADR 㗎，再睇下呢個重達17 kg 嘅活性炭濾網，真係嚇親我，因為呢個重量已經重過一啲普通清新機。活性炭都係柱狀活性炭，可以好好咁分解甲醛，淨化苯同 TVOC 等裝修污染。比起市面一啲碳粉，甲碳布濾網淨化得更徹底，將活性炭濾網做到咁，真係第一次見。人哋係單層濾網，佢係雙層桶濾。仲有 AirPro 加料唔係為咗堆料而堆料。首先佢嘅甲醛 CCM 達到16000毫克，超過行業標準最高 F40.6 倍。CCM 值越大，可以淨化嘅污染就越多。好似呢啲炭包1個月就要換，但呢個活性炭濾芯可以用18個月，而且累計淨化量等於64桶乳膠漆嘅釋放量。最緊要係唔會有二次污染。下面係一個12厘米嘅 HEPA 濾網，對0.3微米嘅懸浮粒子污染物過濾可以達到99%。專業清新機唔單止 CCM 高，CADR 亦都非常優秀。懸浮粒子甲醛苯 TVOC CADR 數值都好高，所以點解要買專業清新機？佢對污染淨化真係更全面。再搭載德國意式風機，風力更大，淨化更快更徹底。另外佢採用塔式結構，後期機身唔會形成二次污染，淨化效率更高。普通清新機可能某項指標比較優秀，但一部專業清新機喺污染淨化上會更全面，細節亦都做得更好。雖然價錢貴啲，但用落更放心。